包圍風台掃過哦，雨水是真多。桃園市龜山區的烏山街180巷77弄，昨午路是崩去，水管嘛破去，附近攏積水。市政府初步勘查發現，講地下排水溝啊上舊了，落大水後水袂腐敗哦，但地基攏沖走。今仔早起，自來水的管線已經修理好勢，連伊賣來鋪路。路出現一個真大的坑，邊仔結實鐵棒，三角錐警示燈來警告。防止民眾給潑落去。第一次有這麼大的坑洞嗎？是第一次，以往的話是路面滿水，可是沒有這麼大的情形。到禮拜五的時候才發現那個小涵洞，那用豬下去探的話很深，所以我們馬上報災情。昨天下午3、4點就崩了這樣子。道路烏坑的所在，就佇咧桃園龜山區烏山街巷仔邊啊。里長講，包圍風台期間已經出現小塊烏坑啊，才要準備維護，想袂到13竟然大面積崩塌，甚至還有水流出來。初步勘查是地下排水溝上過舊啊，最近變大雨，排水不良，才造成路防烏坑。初步的探查說，它其實旁邊這邊也有掏空情形。那公所現在目前在研議要怎麼去把這個洞先補起來。台風過境哦，造成自來水的用戶管線沖刷斷掉。那昨天也是簡單的一個緊急的修復。那今天早上的話也派工把整個中斷的部分已經修復完成。這個路防烏坑，還有管線鬆斷的事故，造成1戶人家厝管線脫節，14戶人家厝水壓嘛降落去。台水公司就表示，鬆斷的管線已經修復，水嘛已經恢復供應。現場路面修復的工課是龜山區公所接來辦理。記者綜合報道。